點解經常凌晨3點驚醒，捱白咗頭，但越過越窮？因為你連到個門檻都未摸到。請你而家抬起手，摸下你尾頭嗰條燒唔掉嘅川字紋，閉上一下。尋晚你係幾點睜開眼嘅？係咪覺得心口噏住，根本喘唔到氣？越算計，輸得越慘，越執着，身子越虛。頂得命接下來嘅話，可以保你下半世行少10年冤枉路。我哋直接撕開第一層真相。唔知由幾時開始，你喪失咗一個瞓到天光嘅能力，經常喺凌晨2、3點鐘，喺一陣莫名嘅心慌之中突然睜開對眼，周圍黑沉沉，除咗身邊人嘅呼吸聲，就只剩低你自己心口嗰陣急促嘅心跳。你覺得心口好似壓住嚿大石，氣血翻衝，喉嚨好似塞住嚿棉花咁。你想轉身又驚嘈醒屋企人，唯有眼光光望住天花板。你個腦入面喺度播電影。你想起眼就係公司，明明係你捱咗幾個通宵做出嚟嘅方案，最後竟然變成人哋嘅功勞。你想起自己為咗應酬上司討好客仔，飲到連黃膽水都嘔埋出嚟，人哋只不過係敷衍咁拍下你個膊頭。你想起自己搏晒命想將屋企盤生意做大，將隻手伸入去完全唔熟嘅領域，結果俾人得死死。每日一睜開眼就係個巨大嘅深坑。你委屈，你憤怒，你覺得個天盲咗眼，同咩嗰啲偷奸收賄嘅人可以上位？你咁努力咁搏命，最後竟然落得個半夜驚醒，乾貨無乾，兩鬢斑白嘅下場。你雙手死死揸住張被角，手身全部都係虛汗。你覺得你嘅人生就係一個點都解唔開嘅死局。你錯啦，你真係錯啦。你以為你係蝕底？你以為個天喺度留難你？如果我話你知，嗰個天借緊機會保你條命呢？喺天道嘅法則入面，就有一本極其嚴苛嘅陰德結算表。你以為嘅進取，你以為嘅大展宏圖，喺天道眼中，往往係兩個極其易險嘅字。越位，你總係覺得嗰個位應該嚟做，嗰筆大錢應該嚟賺，但你冇諗過，你嘅德行，你嘅能量場，究竟誰唔承得起嗰份業力？呢個世界上，任何名利都係帶住殺氣嘅。老天爺唔俾你上位，唔俾你賺嗰筆橫財，係因為你嘅命格呢，一刻就好似一隻小木船，而你想裝嘅係航空母艦級別嘅重金屬，真係俾你裝上去，結果只有一個，就係連人帶船沉入海底，萬劫不復。所以你依家嘅谷氣，你而家嘅不如意，甚至係你依家嘅窮，其實係天道喺你身上罩落嚟嘅一層保護罩。佢用緊呢種令你難受嘅方式夾硬住你，唔俾你走向自我毀滅嘅深淵。我哋將時間嘅長河推前2000幾年，係一個極其慘痛卻俾世人誤解得最深嘅真實答案。孔子手下有個大弟子叫子路，呢個人有一股極其赤誠嘅熱血，用我哋依家嘅話來講，就係眼中容落半粒沙，一生所做個頂天立地嘅英雄。有一年，子路被派去蒲呢個地方做官，嗰陣時嘅魯國大權俾權臣季氏把持住，季氏為咗自己嘅私利，強行徵調老百姓去開挖運河，仲要限期5個月。嗰陣係嚴寒嘅冬天啊，老百姓已不備，佢連啖安樂茶飯都食唔飽，要喺冰天雪地裏挖嚟掘土。子路睇電，心痛到滴血，佢點做呢？佢冇同上級打報告，亦冇去周旋，佢直接將自己嘅俸祿全部捐晒出嚟，甚至跑返自己屋企，將糧倉打開，將糧食拉到工地上，架起大鐵鍋，親自煮熱粥俾嗰啲又凍又餓嘅百姓食。喺場嘅老百姓，邊個唔咁樣大德？邊個唔跪喺地下叫佢活菩薩？呢件事傳到孔子耳中，你估孔子有咩反應？係大家讚賞嘛？孔子勃然變色，佢即刻叫子貢入嚟，落咗一道令所有人都唔敢相信嘅死命令，去將子路啲粥全部倒晒佢，將嗰啲煮飯嘅鐵鍋全部執埋。啲工連夜快馬加鞭趕到工地，一腳踢翻冇緊熱氣嘅粥鍋，當住幾千百姓嘅面將隻鍋砸到粉碎。子路徹底黐咗線，佢雙眼通紅，都爆爆咁跑翻去揾孔子算賬，大敲夫子：你天天教導我哋要推行仁義，我而家散盡家財救濟百姓，你點解要斬我子鑊？你係咪妒忌我嘅名聲？孔子望住暴怒嘅子路，眼神入面全部都係絕望同悲憫。孔子講咗一句極其刺骨嘅話：子路啊，你以為你喺度行善？你呢係揾命搏啊！
天子愛天下，嗰個係天子嘅分，諸侯愛一個。嗰個係諸侯嘅位，你只有而家算係咩身份？你只不過係一個小小嘅大夫，你係行使天子同諸侯先可以行使嘅恩澤。你將全天下老百姓嘅心都收買到你自己身上，你叫魯國嘅國君擺喺邊？你叫權臣貴士擺喺邊？你呢係侵犯緊佢哋嘅山體位，我嘅所我事又清官，你呢係逼緊上面嘅人殺你全家。睇到明未？呢啲就叫越位就連做大善人，行大人以呢種絕對正確嘅事，只要超出咗你身份嘅邊界，只要唔符合你當下嘅位置，嗰個就係天帝嘅禍根。喺易經嘅64卦入面，有一卦叫無妄卦，入面有一句叫其核心嘅心法：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省，不利有攸往。到咗終章，天機講得清清楚楚，一個人只有安守喺自己嘅本分入面，唔去妄想，唔去越界，先可以亨通順利。如果你偏黐咗自己應該代表位置，無論你打住幾咁冠冕堂皇嘅旗號，無論你覺得自己幾咁委屈，必有大災。你向前行到每一步都係死路，呢個就係天道。天道唔講人情，唔講你嘅初衷，佢只講秩序。你睇下自然界，水向低流，樹老根先枯。一棵樹根就應該深深扎喺泥土入面吸收養分，樹葉就應該喺上面進行光合作用。如果有一日樹根突然覺得委屈，覺得憑咩樹葉可以喺上面曬太陽睇風景，我都轉出地面去威下，結果係點？太陽一曬，樹根乾癟，所有棵樹連根拔起，死無全屍。我哋現代人最大嘅痛苦就係個個都想做嗰片風光無限嘅樹葉，卻唔願意做嗰條默默無聞嘅樹根。喺公司度，你只不過係個執行者，硬係要去操本老闆嘅抉擇。喺屋企，你只係個老婆或者老公，偏偏要去扮高高在上嘅拯救者。喺時代嘅大周期入面，明明係退潮嘅時候，你死都要加滿槓桿去抄底。呢啲唔叫勇敢，呢啲叫逆天而行。所以當你下次再喺凌晨驚醒，當你嘅肝火再次衝頂，當你喺公司度覺得人哋搶咗你風頭令你蝕底嘅時候，請你即刻停落嚟，唔好去拎手機，唔好去錄朋友圈，你就靜靜地瞓喺床上，將雙手疊放喺你肚臍下方，即係丹田嘅位置，深呼吸，感受你腹部嘅起伏，喺心裏面對自己默念3句話：呢啲唔歸我管，呢啲燒咗我個位置啦，嗰天喺度幫我擋劫。我爺，呢個就係老祖宗講嘅之字，指住向外攀求嘅心，指住想越位伸出去嘅手，將散落喺出面嗰啲怨恨唔甘心嘅能量，全部收翻去你嘅丹田入面。呢個動作唔使花1分錢，只需要用你3分鐘嘅時間，但佢可以將你由自我消耗嘅死局入面生生扯翻出嚟，可以令你嘅氣血重新歸位。停低諗一諗，你究竟係為咗你應該做嘅事而焦慮，定係為咗你唔該管嘅事而受罪？呢啲先至係老祖宗留俾我哋嘅救命錦囊，佢可以保你條命，可以保你一家太平。如果你都經歷緊呢種越位帶嚟嘅煎熬，甚至覺得自己快黏唔住啦，請你喺評論區打出4個字：摸守本分。呢4個字打出嚟就係俾向天道表態，我明啦，我退翻嚟啦，我認清自己個位啊。等冇天爺睇到你嘅覺醒，跌破淚，合埋雙眼，跟住回想一下，你每日朝早洗面嗰陣對住塊鏡嘅嗰一刻，你有幾耐未好好端詳過自己塊面啦？你望住塊鏡入面兩鬢好似枯草咁瘋狂飆出嚟嘅白髮，你望住自己眼角耷落嚟嘅皮肉，望住嗰張寫滿鼻鼻好似俾生活徹底抽乾咗水分嘅臉，喺嗰一瞬間，你有意識咁震緊雙拳，指甲狠狠咁合入肉道，也拍出紅印，你都感覺唔到痛，因為比起心理嘅痛，呢啲算得係咩？你回顧呢，大半世你係個老實人，係個本分人，但係睇呢個彷彿只係將係聰明人同狠角色嘅社會入面，你食咗太多嘅暗虧，同時將黑鑊社俾你為咗顧全大局硬生吞咗落肚，跟住朋友借錢唔還，甚至翻咬一啖，你為咗所謂嘅面子打甩牙齒和血吞，你覺得谷氣啊？你覺得呢個世道唔公平啊？你將所有嘅憤怒、委屈唔甘心全部埋喺心底，結果呢，呢啲壓抑住嘅毒火變成你夜晚飆出嚟嘅虛寒，變成你食唔落嘅飯，變成你身體入面迅速枯竭嘅氣血。你覺得你呢一生都俾老身呢2個字毀晒？你以為你真係蝕底咗嗎？你以為你嗰兩鬢斑白嘅枯期
係俾人蝦嘅代價。今日我將呢層窗戶紙徹底同你捅破，喺因果法則入面根本唔存在蝕底呢兩個字。你而家吞落肚嘅每一啖委屈，受嘅每一次壓流嘅每一滴噓寒，喺天道嘅超級電腦入面，都喺度進行緊一場極其精密嘅陰德結算。你以為你失去咗錢財，失去咗面子，但喺天道看來，嗰啲只不過係用你命中原本應該遭受嘅一場大病、一場橫禍，甚至係仔女身上嘅一場劫難，提前做咗一次等價交換。老天爺係用緊呢種令你肉體難受、心離谷氣嘅方式，硬生生將你由嗰個充滿殺戮同算計嘅名利場入面摸黐出嚟。你以為兩鬢嘅白髮係衰老嘅標誌？錯，嗰個係老天爺喺你命盤上面同重過落去你一枚復仇印章。佢喺度替你擋劫，佢喺度為你清算業力。當你將呢啲虧石頭、你身上嘅殺氣，亦都被洗乾淨啦。為咗令你徹底將呢個心放棒，我哋來睇一個將呢種智慧運用到登峰造極嘅人啦。陳國藩。陳國藩到咗中晚年嘅時候，嗰個地位有幾高，位極人臣，手裏握住湘軍嘅大權，連清朝政府都要睇佢面色。嗰個係真正嘅一方諸侯，金銀財寶榮華富貴，只要佢想，就好似雪花咁飛埋嚟。有一日，佢喺兩江總督飲上嘅時候，有個客屬為咗討好佢，送來一件極其罕見嘅稀世珍寶，宋代嘅淳化國帖。呢樣嘢唔單止價值連城，更要命嘅係陳國藩本人就係個極其之迷字畫嘅人。呢啲就係精準投威，直接將你有鑊塞到佢嘅軟肋上。到個夜晚，陳國藩將自己困喺書房度，佢將嗰本字頭揸喺手，想揾咗一陣，嗰種中意嘅感覺肯定係有。你可以想象，一個愛字如命嘅人摸住嗰啲歷經千年嘅紙張，佢嘅心跳絕對係加速嘅。但係陳國藩最後係點做嘅？佢冇收低，佢原封不動咁推返俾人。唔單止咁，當晚佢喺日記入面極其清醒、極其決絕咁寫低咗8個字：世間尤物，得咁妄取。你睇呢啲個字入面藏住幾大嘅定力。點解唔敢妄取？因為陳國藩睇透咗天道最殘酷嘅一面。佢知如果今日開咗呢個缺口，如果呢個心喺絕世珍寶面前動搖咗，更接下來嘅貪欲就好似洪水決堤咁，再都塞唔住。如果你嘅心守唔住，你嘅慾望超出咗你嘅德行，同外在嗰啲名利富貴，唔單止唔係福，反而係衰命符。陳國藩過身之後，留低嘅家產先至2萬兩銀子，對嗰個級別嘅官員來講，簡直清廉到令人唔敢相信。佢蝕底咗嗎？佢冇享受烈火烹油嘅奢美，但佢換來陳氏家族綿延百年嘅興旺，換來佢自己得以善終嘅巨大福報。老子喺《道德經》入面將呢種智慧講得透徹玲瓏。佢講三知三守：知其紅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呢幾句話簡直將中國人嘅處世智慧講到入晒骨。呢叫知其白守其黑。你明明係個明白人，你明明知道人哋喺度算計你，你明明有能力反擊，但你選擇咗裝糊塗，選擇咗沉默，選擇咗承受呢份黑。點解要咁樣？我哋去睇下大自然，冬天嘅呢3個月，喺棕泥入面吊冬3月，此為閉藏，水面結晒冰，樹葉全部甩光，所有嘅動物都冬眠。大自然表面上睇起來係一片死寂，喺度蝕底，但實際上呢，所有嘅能量都深深咁向地底潛，喺度拼命蓄積生根。如果邊火樹喺冬天非要開花顯擺，非要爭個樹形，一場霜凍落嚟，即刻凍死連根拔起。人亦都係一樣，你吞落肚嘅虧，你收口唔過嘅委屈，全部都係將你向外散發嘅能量逼返入你嘅五臟六腑，喺度幫你看生命嘅閉藏。呢種唔俾外境鎖住嘅淡定同處靜，先係真正嘅強大。所以我今日教你一個極其低門檻，唔使花1分錢嘅微小習慣。如果你今日喺出面有受咗氣，覺得俾人蝦，心理嘅火燒到兩鬢發緊，夜晚返到屋企咩都唔好諗，斟一盆燙腳嘅水，唔好睇手機，唔好聽任何聲音，你就坐喺度，將雙腳浸入去，合埋對然後深深咁吸氣，再跌條緩慢咁呼氣。
想象住你腦入面嗰啲氣血、嗰啲憤怒、嗰啲你覺得食大底嘅怨念，順住你嘅隻骨，一轉一轉向下走，全部沉落你嘅腳底，沉落熱水入面。你要喺心裏面同自己講：我原來方知之不妥，我今日失去嘅每一分力，老天爺都已經化作我身體入面嘅一分氣血，打咗我屋企人嘅10分平安。就呢3分鐘，你可以將致命嘅毒藥化作實傳大補嘅良藥。停低諗一諗，呢啲先至係老祖宗留俾我哋嘅救命錦囊。唔好再實實盯住人哋拎咗幾多着數，唔好再實實盯住自己受咗幾多委屈。守得住心嘅人就好似嗰片大地，佢永遠將自己放喺最低處任人踐踏，但冇人可以否定佢嘅廣闊同厚重。如果你都經歷緊呢種個得蝕底委屈嘅煎熬，請你喺評論區打出4個字：內求於心。等老天爺睇到你嘅覺醒，睇到你不再向外攀求，不再同啱人，但是糾纏嘅絕大智慧。等陣伸出你嘅食指，住你嘅眉心，對就係依家狠狠撳住嗰個位。你係咪摸到2條深深嘅黑紋？嗰個係你日復一日化唔開嘅川字紋。你回想下你最近參加嘅一個飯局，或者係公司開嘅一場碰頭會，為咗證明自己喺呢個圈子入面係有價值嘅，為咗顯出你人脈廣、消息靈通、腦筋轉得快，你就喺人群當中端住酒杯，口沫橫飛咁講咗啲多話。人哋啱啱起個話頭，你就急不及待去搭嘴，上面稍微一冷落嚟，你就周身唔聚財，即刻揾啲無關痛癢嘅笑話去搞氣氛。你驚死人哋睇你唔到，驚死人哋覺得你係個沒用嘅透明人。但係當人群散去，當你自己一個人將架車停喺小區嘅地下車庫熄咗火，遲遲唔願意上樓嘅時候，你體會到嘅係咩？係一陣極其恐怖嘅，好似俾人抽筋拔骨咁嘅虛脫感。你覺得氣血被徹底抽乾，個腦嗡嗡聲，連手指頭都唔使喐一下。你越想顯出自己聰明，別人其實越覺得你輕薄膚淺。你費盡心思，滔滔不絕去拉攏嘅人際關係依然係一嚿亂麻。你嘅眉頭因為長期嘅焦慮鎖得越來越緊。你覺得活得真係攰，攰到連嘆一口長氣都覺得嘥力氣。你以為你呢喺度積極社交，你以為你喺度展示高情商，糊塗啊！喺天道殘奧嘅帳本入面，你呢啲吊大漏氣，你以為喺度經營人脈，其實你係瘋狂透支緊你自己嘅陰德同福報。老祖宗一早睇透人嘅精氣神係用來滋養5臟6腑、鎮守個人命本嘅壓莊石。你為咗個少少可言嘅虛榮心，為咗喺人哋面前威下你嗰啲根本微不足道嘅小聰明，將最寶貴嘅生命能量順住你把口，伴隨住你嘅口水，全部白白咁泄露晒出去。你以為嘅口若懸河、能言善辯，喺因果嘅法則入面就係催命嘅符咒。你每多講一句炫耀嘅廢話，每多吹一次毫無根據嘅水，每喺背後多發一次同事老闆嘅牢騷，都係喺你嘅腹部筋腐度硬生作出一個大窟窿。老天爺睇住你好似個漏咗咁將福氣漏走晒，你天然仲奇怪點解自己呢2年總係捉唔住機會？點解貴人行到你門口又要轉彎？因為你嘅氣場都漏光啦，比以前再好運嘅底氣都冇啦。我哋老祖宗留低一句鐵律，叫吉人之辭寡，道人之辭忠。我哋來睇一個極其諷刺，佢有血淋淋嘅歷史大案喺古籍入面，起咗個趙國威一個方士。呢個人完美詮釋咗咩叫死於多言。佢特別中意顯擺，特別中意吹水。佢逢人就講：我可係活咗幾千年嘅老神仙。伏羲當年畫八卦嗰陣，我哋兩個仲坐埋一齊飲過茶。神農氏嘗百草嗰陣，嗰個草藥羅都係我幫手孭嘅。佢將嗰啲上古嘅神仙開天闢地嘅大人郎講到好似佢隔黐雞嘅街坊咁熟，嘴皮子利落到不得了，細節描繪得繪聲繪色。聽到周圍嗰啲沒見識嘅人一零一零，佢以為咁樣就可以顯得自己高深莫測，就可以喺大庭廣眾之下博取眼球同尊重。結果呢，有一日趙王騎馬出去打獵，由子馬上面重重咁跌咗落嚟，受咗極重嘅內傷，宮入面嘅御醫束手無策。最後出咗個偏方講，呢個病啊，要用活咗1000年以上長壽之人嘅鮮血做藥引，先至可以醫得好。趙王一聽對眼即刻發光，哎呀，呢度唔係啱啱好有個現成嘅咩？你下郎令將嗰個方士捉過來，殺咗佢攞血，到個方士俾5花大綁押到大殿之上，嚇到魂飛魄散，條褲當場就瀨濕咗。
佢搏命咁俾你下合頭扣，扣到個頭都破晒，攤住講大王要命啦！我嗰啲係吹水咋，我今年先30幾歲，我根本未見過咩伏羲神龍啊！但趙王邊度肯信？趙王心諗你平時講得咁繪聲繪色，依家生死關頭，你肯定係為咗保命先至講大話。最後無論佢點樣哀求，呢個方士都係俾人活生生拉出去，一刀斬咗個頭，放乾晒啲血。你睇呢啲就叫禍從口出。佢用一張嘴去吹噓自己嘅能耐，最後用自己呢火大好頭腦結咗呢筆因果嘅賬。總之喺人間世入面感嘆過一句話，佢話夫言者風波也。語言呢樣嘢，你以為只係上下嘴唇點一下咁簡單？錯，佢係天地之間嘅風浪，你一旦控制唔住佢，佢掀起嘅狂風巨浪就可以將你呢隻爛船徹底打翻。由古到今，因為多講咗一句話而送命為咗錢情嘅例子，多到數都數唔清。點解易經入面一再強調吉人之時寡？因為真正有大福氣嘅人，佢哋個心係靜嘅，佢哋嘅能量係向外收斂嘅。你開口講話之前，如果可以喺心入面過一次，諗清楚呢句話講出嚟啱唔啱，對人哋有冇幫助，在開口嗰陣自然話小而精。你去觀察黑大自然嗰啲結得最寬嘅下城，秋風一吹就死，而嗰啲沉默不語嘅高山深潭就可以歷經千萬年而不朽。水生則流緩，人貴則語遲。當你喋喋不休嘅時候，你哋心係跌到浮躁噶。你向整個世界暴露緊你嘅虛弱。你唔識諗時度勢，你唔知咩話應該講咩話，唔應該講，你將啲底牌全部揭開俾人睇。你唔要禍上身，邊個要禍上身？收住把口，唔係叫你做個受氣嘅啞巴，而係要學會老祖宗講嘅大變樣啦。尤其係喺三個極其危險嘅時候，你唔開心嘅時候，你心唔淡嘅時候，你滿腹牢騷嘅時候，呢3個時刻必須緊閉你嘅嘴巴，因為呢個時候你一旦開口，吐出嚟嘅全部都係傷人傷己嘅毒素。今日我交俾你一個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唔使花1分錢嘅湖底心法。以後無論係喺飯局上面你想搭嘴獻擺嘅時候，定係喺屋企怒火衝頂，難聽嘅話即將衝口而出嘅時候，請你即刻做一件事，用你嘅舌尖死死咁頂住你嘅上顎，將即將噴出嚟嘅氣硬生生谷翻落去，喺心裏慢慢咁步數3個數，3、2。一陣咧停頓嘅3秒鐘，就可以切斷你暴走嘅情緒電路，將中到喉嚨口嘅毒火化咗一啖口水吞落肚。呢啲喺度加叫吞金煙肉，呢個就係最好嘅手氣。停低諗一諗，我哋用2年嘅時間學會講嘢，卻要用1世人嘅時間去學會收口。小言不生閒氣，修心只求廉政，呢啲先至係老祖宗留俾我哋嘅救命錦囊。如果你都試過因為管唔住把口，爭強好勝而食過大虧，甚至覺得自己依家正因為心浮氣躁而諸事不順，請你喺評論區打出4個字：謹言慎行。等老天爺睇到你嘅覺醒，將呢啲泄露出去嘅福氣重新聚攏翻嚟。前面講咗咁多，呢最後一層天機，定我哋今日呢場因果解局嘅大結局。你而家係咪每日收工返到屋企樓下都要喺車度坐好耐？架車已經熄咗火，地下車庫入面昏暗嘅燈光打喺你嘅擋風玻璃上，你望住前面嗰道灰白色嘅牆，雙手軟賴賴咁搭喺方向盤上。你唔想拉開車門，你唔想上樓去面對老婆仔女嘅面口，更唔想去面對聽日一睜開眼就要還嘅房貸車貸同埋各種人情世故嘅開銷。喺嗰個狹小密閉嘅車廂入面，你唯一可以做嘅動作就係嘆氣。你長吁短嘆，你覺得自己嘅生命能量就好似一個被砸穿咗嘅車胎，一絲一絲咁向外流起。你盤算住今日喺呢個項目度少賺到2萬，盤算住嗰個朋友借落嘅錢仲未追得返，你滿腦子都係點樣將失去嘅奪回來，點樣喺接下來嘅日子裏面精打細算步步為營。但係越算計，你越覺得心口好似吊住嚿大石頭，連呼吸都變得越來越短促，越來越微弱。你覺得自己老啦，殘啦，氣數盡啦。你知唔知你喺度做緊咩？你呢啲叫散氣。你以為你長吁短嘆就係因為壓力大？多喺綜藝同天道嘅法則入面，氣在你條命。你冇睇一次氣，就係將你5臟6腑入面最後一點用來保命嘅元氣硬生生咁吐咗出去。你點解嘆氣？
因為你唔甘心，因為你喺度算計。但你有冇仔細諗過，喺易經嘅邏輯入面，宇宙係一個巨大嘅平衡場。你今日通過花言巧語，通過絞盡腦汁算計得嚟嘅一點好處，佢真係屬於你嘅咩？唔係，嗰啲係你用屋企人嘅平安，用你晚年嘅壽命去隻貴你隻翻嚟嘅。當你開始放下算計，當你不再去錙銖必較嗰啲蠅頭小利嘅時候，你以為你喺度退讓？你以為你係懦弱無圖啊？喺老天爺嘅賬本入面，你嘅不爭同退步，恰恰係天道入面最高明嘅罪氣。當你不再將隻眼實實盯住人哋鑊入面夠喐，當你將嗰啲散落喺出面算計得失嘅念頭全部收翻嚟嘅時候，你嘅氣場瞬間就縫合啦。嗰啲原本要降臨到你頭上嘅災禍，官非莫疾，因為揾唔到你身上情緒嘅裂縫，自然就兜路走啦。退一步你唔係蝕底，你係將自己由教育機入面掹出嚟。我哋嚟睇一個將呢種推動不爭嘅智慧用到出神入化，最後保存咗整個家族悲白口人命嘅千古奇人。唐代嘅汾陽王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郭子儀係真正嘅大唐救火隊長，可以話係功高蓋世。但也正正因為佢功勞太大，皇帝開始猜忌佢，朝廷入面嗰啲小人更加係都忌到發癲。當時朝廷入面有個權傾朝野嘅大太監叫余朝恩，呢個人衰到咩地步？佢為咗激嬲郭子儀，為咗逼郭子儀造反，竟然派人去將郭子儀屋企嘅祖墳都掘埋。但祖墳啊，喺古代呢個可係不共戴天、千多萬剮嘅血海深仇，換作係你手裏握住幾十萬重兵，你忍得住？呢啖氣你吞得落？所有人都以為郭子儀要反，皇帝嚇到連夜調兵遣將，余朝恩陣間係擺好鴻門宴，就等郭子儀發火，好作實佢謀反嘅罪名。結果呢，郭子儀被皇帝召見嘅時候，當住文武百官嘅面包通一聲跪喺地下，嚎啕大哭。佢喊咩？佢唔係鬧余朝恩，佢一個冤枉都冇兒。佢講臣上連在外帶兵手下嘅士兵軍典唔嚴，唔知掘咗幾多百姓嘅祖墳。今日神嘅祖墳被掘，呢個唔係人為嘅仇怨，呢個係老天爺喺度懲罰神嘅罪啩，呢個係天譴啊！聽到呢番話，皇帝鬆咗一口氣，余朝恩嗰條蓄謀已久嘅毒計，瞬間就好似一拳打喺棉花上。打個空，你睇明未？呢啲叫咩？呢啲就係頂級嘅放下算計，頂級嘅退步保命。郭子儀唔知係余朝恩做嘅咩？佢太清楚啦，但佢更加知道喺呢個節骨眼上，如果佢係扭嗰條脷，如果佢係算計點樣報仇，咁迎來嘅將會係皇帝嘅屠刀，係佢國家滿門抄斬嘅下場。佢將自己推到懸崖嘅最低段，推到一個連敵人都冇辦法再落水嘅地方。佢用呢種表面睇好似極度窩囊、極度蝕底嘅方式，唔單止保存咗自己條命，最後仲令國家滿門榮耀，七子八世全部都係朝廷命官，甚至去到佢80幾歲大壽嘅時候，連皇帝都要親自來同佢賀壽。呢啲就係天道俾嗰啲懂得退嘅人最大嘅補償。老子喺《道德經》入面將呢個底層嘅代碼寫得清清楚楚，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你去睇下自然界，邊一座高山唔係默默無聞，更樹喺嗰度任憑風吹雨打？邊一條大江大河咪向最低歸、最污糟嘅地方流？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主眾人之所無，故幾於道。水永遠係向低處退嘅，但結果呢，所有嘅細流最終都會聚到佢嗰度，佢變成咗汪洋大海，佢擁有咗掀翻一切嘅力量。而嗰啲拼命向高處竄嘅火苗呢，燒得幾咁猛烈，一陣風吹過，只剩低一堆冷灰。人望高牆，嗰啲係慾望；水向低流，呢啲先係天道。當你將姿態放低，當你不再去同人爭嗰一口惡氣，當你不再長吁短嘆，咁抱怨命運嘅不公，你就將自己活成咗一個巨大嘅容器。你不再漏氣，你開始瘋狂咁吸收宇宙嘅能量。所以今日夜晚，當你再次將架車停喺地下車庫嘅時候，唔好再嘆氣啦，請你做咁樣一個動作，將張凳掉低，合埋雙眼，將雙手掌心向上，輕輕咁放喺你個膝頭哥上面，用呢個鼻極其緩慢咁吸氣，吸到不能再吸為止，然後閉住呼吸，喺心裏默念3個數，接着用把口極其緩慢咁將呢啖氣呼出去。喺呼氣嘅時候，你喺心底對住自己講：我放棄所有嘅算計，我接受依家嘅一切，我唔爭啦。
連續做10次，呢個動作叫龜式嘴氣法。就喺短短嘅幾分鐘，你可以將你呢日俾外界扯碎嘅靈魂重新拼湊完整。你可以將你散落喺上面嘅元氣一絲一絲咁收翻去你嘅丹田入面。你會發現，當你帶住呢股平和嘅能量打開車門，上樓推開屋企道門嘅時候，你睇到嘅不再係一地雞毛，而係久違嘅安處。停低諗一諗，人生呢場大夢，退一步先係真正嘅海闊天空。呢個唔係妥協，呢個係讓出一條路，等天道來替你出手。如果你願意放下算計，重新聚攏你生命嘅能量，請你喺評論區打出4個字順應天道，等呢4個字成為你扭轉命運磁場嘅最高指令。今日呢場長談講到呢度，算係將天機抖清抖錯。由凌晨驚醒嘅死告，到兩鬢斑白嘅枯竭，由眉頭花唔開嘅孫志文，到長吁短嘆嘅衰敗，我將藏喺心裏，爛喺肚入面嘅委屈都同你剖開晒。人生呢場大夢總有醒嘅時候。今日花咁多時間整理呢啲說話，唔係為咗教訓邊個，而係喺度做緊一件續命嘅事。今日可以頂得住聖旨，定下心來將呢啲話聽完。呢啲說明命中嘅福報開始壓過嗰啲業障啦。唔好去焦慮聽日會發生呢，亦都唔好去懊悔尋日做錯咗咩。聽日一早起身，將我哋今日講嘅，哪怕只係其中一個小動作，喺發脾氣之前頂住上顎停頓3秒，或者喺覺得攰嗰陣浸個熱水腳收攝心神，去照住做我哋今日呢個幾鐘頭嘅緣分，就沒得西。我講呢啲唔求名利，亦都唔指望每個人都可以聽得明。呢度有原因，如果冇得得你呢番話，解咗心頭鬱結，化咗心中結，唔使多講咩，就喺評論區留低4個字：福為雙收。將呢股正面定喺心裏面，天道只有最好嘅安排，去瞓個好覺啦。呢個世間嘅一切，老天爺都同你睇住。